欢迎收听你咪家阿盖伊，现在开始说我们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学主语，一起有阿门印度大比的华南。今天第2集要跟大家说的是很不一样的排湾族巴扎版大鸟部落的传统服饰。鸟巢母语课上课喽！女生的上衣，衣服阿围兜兜，倒挂臀领，行衣行绑腰的那个绳子，好耐用内裙呢，就为外裙， whatever 脚套叉叉舞耳环袜子手链盖链戒指加哈花圈，嘎蛋项链，让啊颈链，不这个项链的球，嘎罗布布裤片呢，嘎青对那头巾，嘎子头饰，大哈执行带拉瓦那个万寿冠，嘎木巴古马披肩呢，瓦呀啊裤裙呢，吉vật 配刀。这个了Taiva kemong ama pulat tiakan ti sejang kemasimal zai pasaval 那大利巴格蒙阿玛布拉第二根第三人是嘎次达斯阿格纳百万格马西巴扎万。大家好，我叫萨勒人，我来自台东大鸟部落，欢迎大家收听你咪家阿盖伊。现在开始说我们的话。今天要讨论的第2集是我们的大鸟部落的族服。当初为节目起他们多年面anyam na是pasaval na si hava hava apinewa na kava。当我们穿上我们的传统服饰的时候呢，常常很爱被人家问你们是哪里的？大鸟的，你们是卑南族吗？你们的服饰怎么跟其他排湾族不一样？没错，以上的问题都是我们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这一集就让傻任还有石匠来带大家认识大鸟部落的传统服饰，转述过去老人家所说的有关于大鸟的故事。大鸟部落呢，原先是由3个部落所组成，有达万、出屯、彩泉。因为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因为统一管理，所以将我们与邻近的原住民族人及族群聚集在大鸟这个地方，所以导致每个部落的文化迁移故事开始产生了变化。在日本强制迁移下山后，由于达万部落达基万家族的势力较大，日本人就叫达万改亚马头目来担任大鸟部落的总头目。渐渐的达基利万家族在整个大鸟部落的势力开始扩增。听老人家说，改亚马人头高大强势，连日本人都怕他。后来因为达基利万家族与卑南族有通婚的关系，以物换物的交流，加上地理环境与历史的流变，因此影响了大鸟部落的历史文化，而演变出独树一格排湾族的部落，有着不同的服饰。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聊我们大鸟部落的服饰。爱错加西哈瓦哈瓦那是巴查瓦马西巴达吉爱错加卡青kasih na hamalan jimunun就是织布，驻马线织布。然后马来西亚叫ibuk上衣，也都是织布做的。然后sa vataki 用洗一洗，用 vataki 洗，用无患子洗一洗，洗久了会变成有点毛毛的紫色，有点像蓝色。然后马上弄出来啊，拉西啊，把尾灯啊过了，颜色又变了。然后洗问。什么绣就是绣，那么大抓开始出样。图腾的区分怎么区分？爱抓马萨姆萨了，一抓宾诺卡古达人，爱抓一家妈妈人一人，头目家族一定会有绣，
就是人形纹。猎人的话，或就是会有就是贵族头目家族都有人形纹，还就是有那个右手拿刀，左手拿头那个或枪之类的。啊，平民家族的话，它是一片布，啊，中间有绣那个公主绣，就一片而已，这样一直从尾巴，女生的话是从尾巴一直到从脚底到额头，男生的话也是一样，都是白色的。啊，男生的话就是一定头目贵族的话，他是男生的话是有绣人形纹，啊有绣就是有列过人头的。那女生的话就是上衣是花纹，除非你是头目1级2级的，就会绣2个人形。上下就是所谓的上就下，就第一就是上花2人3花，就1 2 3，花人花两个，对，啊，再来就是男生的话，他是只要你列过多少的人，还是你是头目家族的话，你的后背的花纹一直在补满你的衣服，全部长矛。猎枪、长刀这样，就是你的那个家族的账基，就会绣在我们的裤片上。上衣跟裤片，通常都比较有那上衣。所以是衣服可以去看得出来说这个家族有做过的事情这样。所以后代的人。就是传承他的图腾，然后再延续他的就是裤片的故事，这样。爱穿裤片爱穿加青的门，可是虽然不大概是先从一个全白的布，米白色的布，对，苎麻的布，对，就是用那个织布机织的，啊，再洗一洗啊，开始慢慢绣。一定会看你是哪一个家族，就绣人形纹还是花纹，一般平民的话就是一个白裤片而已，平民的话连上衣也都是，就是比较就素的，所以男生的服饰就会比较是着重在男生的那个衣服上面，就是只要他有做。就像有打过猎，有杀过人头，就是都会在这个衣服上呈现这样。因为为什么会吃在衣服上呢？因为我们都穿在身上。对。裤片上的话，我们不可能去打猎也穿着吧？因为我们有内裙，是男生有那个短的裙子。对，所以是都会先以上衣为主。对，除非要看是什么场合才可以，而且把说那个干扰，都你说蛮整洁，还是有一些贵客，还是来自哪里的那个部落，就会看到常常过几把枪，哎呦喂，那么多只长矛之类的。如果绣满了呢？绣满再换一件吗？绣满的话就会首饰。就是加首饰，然后头饰，对，增加它的那个他的头饰啊。就是越来越华丽啦。对，可是它不能超越头目，所以女生的话就比较是，除了你是头目家族的话，像我们平民的女生，基本上就是只有花，是吗？我不亮哦。然后有头目家族的那个女生服饰，就是会有人头型。对，就是人形纹才对，人形纹，对，人形纹，对，人形纹的话，女生只有马路萨，左右边2个，我看来最少4个，女生的话是马路萨，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在排湾族我们部落的话，就是男生的。角色比较重要，然后女生可能就是会，就是比较没有，大家对，然后马克两大加头饰，还加花圈什么之类的，是，因为它会有那个刺切，所以女生的头饰
会也有刺茄。对，头目家族的话，它一定会有。一般平民是不能佩戴那个刺茄。所谓的刺茄，我们排湾族语叫拉萨哈斯。拉萨哈。对，拉萨哈斯。那男生的头饰嘞？如果说像平民的话，头饰男女生都可以佩戴拉萨哈斯。可是男生的头饰的话，它有你要看你是头目还是就是你有列过什么猎物他的那个山猪牙跟一些什么个大个仔呀、山枪什么个蛙尾、山猪一股了云豹的话，所谓的万寿冠呢，就叫做巴古马子，巴古马子。对。那以前如果打到老鹰呢？他这个是要给，其实这个羽毛是不是就是要给头目？在我们大鸟部落来讲的话，我们羽毛比较没有那个，对我们比较没有这个代表性，没有，就只是在头目家族的话也是有这个插羽毛的那个吗？比较少，一根而已。哦，对，它只一根，就一根，真正来讲，一大。sini把来也请到了sini把个子，插在那个头饰上。对。好，那这样以上了解我们大鸟部落的族服之外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大鸟部落的族服的传统服饰的族语呢怎么讲。要朝母语窝上课咯。那我们就先从女生的族服开始说啊，女生的上衣衣服，它有masa musa大概2种语言 ，ginegeri 就是比较小小的，就是肚兜以上叫 ginegeri， 另外一种语言叫 ibuk， 围兜兜倒挂，臀领。行衣行，绑腰的那个绳子。错，早期开始虽然比较没有了，后来这是外来语，hồ nai，这是日文吗？错外来语hồ nai，内裙呢 ？juvi， 外裙 ，whatever， 花圈 ，katan， 项链。zanga， zanga 有分很多种，颈链，它是一个统称哦。对 zanga， 对，统称。颈链是vutsaga，裤片呢？男生的部分的话是kachin，那头巾，qazit，头饰，daha，肩带，vaya，执行带。lavat， 所以你说那个万寿冠是 bagamut， 他们是一样的。bagumat 就是万寿冠的意思。不一定。它的那个意思是指它有分，就是祭司长的还是头目长的，对，因为只要有女就说。山猪牙的话，就一定是那个bagumat。披肩呢 ？vaya。那男生的上衣跟女生的上衣是一样的念法吗？裤裙呢？男生的 jivet 配刀 ，skillat， 还有一个那个我们项链的那个球我们有叫 garupupung。另外一种语言叫来garupupung。好的，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大鸟部落的族服的由来，还有我们的族语，还有故事。那大家呢都学会我们的族语了吗？那今天的我们里米甲阿盖伊现在开始说我们的话的节目，就跟大家在这里说再见咯，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加分享。我是傻乐乐。Masau Jalumung Tiakan Ti Sejang。
Ay nguamen, imaza-maza nak malava-lava chanu mo, ulang melatay dui-dua mapo, ulat sa nukulang tas pat sa bala shikachakayan. So.阿萨哦，谢谢大家的收听。